条俗语是名医高用药治病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呀？有一摆我感冒的时阵吼，去看一个医生哦，伊用迄偌济药啊咧，迄一包药内面哦，差不多10几粒安尼啦。我吞到叫要紧啊，拢袂落去呢。结果吼嘛是无效。啊，佫有人哦，阮朋友甲我报告讲，一个医生偌高咧呢，我真是去互看，哇！迄药仔内面哦，差不多3粒安尼。安尼哦。食一遍就好啊，最后做名医高用药治病啦。我安尼10外粒的无效，3粒较有效。是啊，就是高用医药啊。我你讲啊，讲这个生理囝真恶生。你唔通讲啊，看做生理会好做，唔是讲安尼胆排出来就有人买，迄都爱真够介绍、够推销伊的产品。像讲我较早就咧推销迄款的杀蚊粉啊。哦，我呢去到迄个正卡呢，哦，看伊一个太太哦，拢在伫洗衫，我就入去就见面介绍我的产品。哦，我的产品偌好，拄偌好，现洗互伊看，互试看卖。哦，我甲迄写字甲洗落哦，一边白一边乌的。啊，一边白一边乌，你好销。啊，就是讲安尼就才有销，我洗迄边是白啊，所以安尼生理就随做有成功啊。讲伊较早做网络啊的啦，伊专门出去到外口拢咧画物件就对啦，也捌卖药的款啦。啊，来你这摆做生意嘛，生意是好累累啊。对啦，网络啊底，今仔日来个跪地拼一个名声，唔是我要出名。来，这一红酸偌济10块、8块、6块、4块、2块拢唔免，互你人家贴一个管仔钱，贴一个票头钱，贴一个利息钱，什么5角都好。哎，这款啊，我唔知讲咱共道的啦。换我讲俗语，啊，倒今日讲这俗语真严重哦，佫真慎重来讲，讲戆囡仔烧火布。你呀，你讲你戆囡仔。是啊，较早吼。细汉的时候，我要叫阮老爸一摆甲讲一个险死呢。啊，庄骹吼，拢有迄玉石头啊，啊石头先意义，啊面顶咧贴个草布啊。啊草布若贴起来了吼，下边有石头房啊。啊，我拢咧办家家户啊，咧办公伙啊。办迄个新娘甲新郎迄就对。好啦，啊，我办咧煮菜啦，啊，讲摕一个后片咧，怎甲看迄石头的面顶啦，啊下边怎甲香火啦。啊，唔知讲我香火甲地讲规个草布全拢烧了。戆囡仔烧草布啦，咱普通人嘛足济呢。我有一个朋友做青吼，你别讲我，你莫来讲伊啦。一摆因女朋友做生日啦，啊特别点迄鸡卵糕吼，啊鸡卵糕拄啊早起烦恼火机拄塌，第一支拄抽起来吼，啊要磕吼，煞叫交落去。我为着要找支烦恼火机吼，为了烦恼火起了了，特别找支烦恼火机。啊，你就免点啊。对啊，所以个无意中的损失啦，嘛有足济查某人吼，去甲菜市啊讲，恁这个月才一斤偌济，讲无啊，一斤都40，哎哟，遐贵人西梨一斤才5块尔，大包客人车去西梨买一杯菜转来，唔知暗中损失偌济啦。安尼就等到贵啊，对吧？我讲这算足有道理的。对，有道理啦，所以咱吼应该就爱讲啊，咦，笑诶。原汤我烧酒吃熬啉，一摊又一摊啉袂停。烧酒若会当解忧愁，解忧愁，为啥又愈啉心愈硬？怨叹着无情的男生，当作阮愈啉无个性。若想过去大情。